其實而家已經少咗好多香港製造嘅嘢。咁但係我覺得都係嗰個精神，香港製造嘅精神係而家仲有保存到，大家都係好努力咁做緊呢一樣嘢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先係好屬於香港製造嘅一個精神。天命說共你要攜手等，雪染白髮鬢。本身以前可能細個睇粵劇或者睇戲，你會見到個袖好整齊噶嘛，就諗其實係咪已經縫好咗？咁但係原來垂落嚟嘅時候係好長，然之後要自己有技巧地咁樣令到佢接好嘅。咁呢個就係原來係要咁樣做。來相信我，讓我在背後捉緊你。還請確信另有木馬在某夜會奏起，別要擔心，你並非孤單一個，請靠着我。抬頭望向天上無知的星星，閉着眼睛將我夢叫醒。其實勾起細個回憶嘅嘢食，反而唔係我哋去學整嘢食，反而我記得係我哋去玩懷舊遊戲嗰度呢，佢有個好似士多咁樣，然後入邊有好多而家已經出邊街好少揾到嘅零食，即係可能嗰啲仲可以印個紋身公仔喺隻手嘅香口膠啊，跟住一啲披薩糖啊、漢堡包糖啊。即係而家出邊好少見嘅，咁嗰啲反而勾起咗自己細個嘅回憶。樹木那般可不爭不摧，寂寞隨時來臨需，想聽北風吹，你會隨人潮離去，我會替你化做樹蔭，供應氧氣，此令情緒被無視亦算進取。明白相擁多麼艱巨，我難成為人類，為你擦去眼淚。仍願苦苦高攀天光天黑，辛酸唏噓跟你面對。我覺得就每一位都離不開一個佢哋嘅核心，就係佢哋好堅毅不屈咯，都唔會有放棄呢個，即係可能放棄其實喺佢哋腦海中會出現過，但係好快就已經算啦，唔好諗呢啲，我哋繼續做好自己要做嘅嘢。即係呢一個都係佢哋共同都有嘅一個核心，所以先可以將啲事去追求極致，做得更加好。要看見大腦，想抽取記憶雕刻我們，磨筆怎麼要過血管？聽誰人前來叩門？長情的雕刻家專注得不要你管，亂作句石畫前度是否好了大半？誰話過？天下無什麼萬年未變，好就將你再塑造重現。譬如一啲物件上啦，一啲產品其實而家已經少咗好多香港製造嘅嘢。咁但係我覺得最都係嗰個精神，香港製造嘅精神係而家仲有保存到，特別係今次我哋體驗過好多唔同嘢嘅時候，仲發覺喺呢個城市即係唔係一個好大嘅城市啦，咁但係其實有好多人都默默咁樣喺自己個崗位嗰度耕耘緊，守護住自己嘅責任又好啊，或者熱愛嘅嘢都好，大家都係好努力咁做緊呢一樣嘢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先係好屬於香港製造嘅一個精神。銀河旁之一，我沒白燈，曾迷航的兩人，最終亦靠近，好像兩段旅行，有伏線牽引，終站到，猶如在這小鎮，苦追某種永恆和某份安穩，直到遇到你是最遠的，再追緊生命意義，變成最後你的吻，天命說
染白髮鬢。